好，咱们开始。今天是2004年6月19号，藏文课该第17课了。咱们改变计划，这样今天17、18课，下一次19课，3本书就讲完了。因为这个17、18课我一看也都挺短，再一个这个呀，其实就是带着读一遍，就是那个发音的问题嘛。有了这个录音，大家都可以听着录音就可以练习了。这样的话，假期啊，大家争取达到就是每天不管是听还是读，每天都要听一会儿，每天都要读一会儿就行了。2个月过去，那感觉就不一样了。下学期学语法的时候，发音上就应该是不成问题了，一看就能读出来，生疏一点没关系，但是你就可以学语法了。下边咱们先复习第16课，翻到第75页。这个咱们我回去看了一下，这个藏文拼音规则呀，一共是总结了8句话。这个第8句话呢，就是前加上加字，低调不送气，鼻音变平调，就是这么一句话。不是，这好像是第7句啊，因为我回去之后啊，给后边又编了一句，就是我看啊，就是这个下边这个，咱们先说上边这个，上半个这就是前边这个就够用了，前加上加字，就是前加字跟上加字的规则是一样的，就改变2个状况，一个是低调不送气，就是低调送气的只有卡卡卡卡卡这5个音，也就是那个字母表里头第3竖行，其他的低调呢都不送气，就这5个是低调送气的。凡是有了前加字或者上加字，低调不送气的这5个全部变成低调送气的这5个全部变成不送气，调不变，还是声调，就是变成不送气。然后鼻音啊呀那嘛4个变平调，啊呀那嘛本来是2声变成1声，鼻音变平调，就是前加上加字呢就改变这么2个状况，4个鼻音变成平调，5个低调送气的变成不送气。凡是有前加字或者上加字的就影响这么2项。下边咱们先练习第一块啊，这一块呢就是有前加字，所以卡卡卡卡卡呢就变成了不送气。你看本来是卡就应该读成嘎，所以咱们来读一下啊，嘎嘎鼓果打胆云夹嘎种就是卡变成了嘎，变成了不送气。下边这个呢是个特殊情况，就是爬字带了前加字爬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这个呢我也总结了一句话，你们现在记这句话，这个怎么的说的更顺口或者更好记一点，咱们大家来共同商议。我先来一个草稿啊，我这个句话叫这样，叫爬后爬，你就直接写那个藏文字母，爬后边是爬后爬，读成蛙，你就写一个WA，读成蛙，而且画一个 F 1声，读成蛙，就是说爬后边是爬的，如果碰到这俩的组合，你就把它直接读成蛙，而且是平声，这是个逗号。后边啊，若有其他抵消了，这个抵消拉的拉可以抵消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在这个爬后爬有这2个，但是它还
在这两个之外啊，它还多其他东西，比如说有一个元音乌，有一个元音怎报什么哪热，后边还有后加字，它再有其他东西呢，一多抵消了，谁抵消了？塔跟塔抵消了，他俩就等于没有了，不要了。读那个多出来的东西，但是他那个保留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还是一声，就保留了一个还是一声，其他的就是发音啊什么，就等于那他们俩就没有了，你就只光读剩下的那个东西。规则就这么掌握。爬后爬读成蛙，注意这个地方关键就是注意要是平声，然后逗号，再有其他抵消了，就是你一说出来东西，这俩就抵消了，光读那个多出来的东西，而且是读平调。再有其他抵消了，暂时这么个草稿就这么来用，记下了吧？咱们就用这个规则来这个读一读啊。你看这个第一行那个啊，爬后爬，说这个还有个啊不算，咱们前头讲了，这个啊就起一个什么作用啊？告诉你后边那个是基字，就起这个作用。不是说了吗？如果要是两个字母并起来的，一定是前边那个是基字，后边那个是后加字，一定是这样。说如果那后边是基字怎么办呢？后边如果是基字，一定它在后边加一个啊，这个啊也不影响发音，也不影响调，什么都不影响，就是起个什么作用啊？告诉你说第二个字母是基字，前边那个字母是前加字，所以这个啊呢算没有。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就算爬后爬，就是说不可能在杠文里头出现一个就是一个爬后爬没有啊的，不可能出现这个，因为出现这个呢，就等于说是爬字是基字，爬字是后加字，可是没有爬有后加字吗？后加字爬是有后加字啊，有后加字，这就会弄混，就是说你就本来我们这儿啊是爬是前加字。结果你要是不加这个啊呢，你就搞不清说爬是前加字啊还是爬是后加字啊，你就搞不清了。所以呢，这个啊就是说，如果第二个是基字的话，它一定要在那加一个啊，中间就变成基字，那它就成了前加字。如果它要是不加这个啊，那一定是前边是基字，后边是这个后加字，它就起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啊呢是不起作用的。下边咱们来读一下啊，蛙，后边那个啊，那个蛙呢后边加了一个后加字拿，就是蛙跟拿拼起来就是汪，这个再有其他呀，看来得加这个，就是说再有其他的这个元音字母或者是上下加字。可能是就是这样，咱们慢慢的来总结啊，暂时先这样，咱们再来啊，看第二个呢是按规则讲爬后爬读成蛙，现在呢不能按这规则了，得按第二句，叫再有其他抵消了，它这个就是有了一个元音写不住，有了这个写不住之后呢，爬后爬，这个爬跟爬两个就抵消，就完全就没有了，就光读那个多出来的那个写不就呢，而且都发成平调，所以这个就读乌，就完了，就光读乌，他们俩就抵消了，就没有了。再看后边这个啊，后边这个呢也是有这个写不就，这样的爬后爬抵消了，它就是光读这个乌是平声，它有后加字卡法，要把调摁下来，所以这个读雾。再看第三行，这个是爬后爬，这个前边抵消了，读什么呢？乌写不就后边拉变成吁，读一声，所以读吁。后边那个看又抵消一个，这个虽然发吁，但是撒
是要把调摁下来的，所以叫玉。再一行，他俩一抵消，广东那哪个就叫哦，后边那个下边一行，他俩一抵消就剩那个牙，这个时候还是保持那个都是读平声，所以读鸭，后边那个爬后爬一抵消，鸭儿，下一行一抵消，一，那个就是声母是外是一，韵母是一，所以还是一，所以读一，后边这个他俩一抵消，一是平声，再后加字是撒，要降调，所以变成了一。注意这个爬呢要发一个波的口型，最后一行是他俩一抵消，一有其他的他俩抵消，他俩一抵消呢，广读那个下家字本来是二声，但是都读成一声，所以后边那个好，翻过来，这个呢是如果这个咔嚓嚓吧嚓前边盖的这个前加字啊是麻或者是啊的话呢，它要带一个鼻音，就是先做一个发的这个鼻声，然后再发音，这个呢就是你就注意就行了，不是特别重要。咱们也来读一遍啊，嘎果鼓夹结讲打走比，这个是拔补砸左足嘎菌着脚再发一遍脚这个是夹卷儿传统拼读法也练一下。这个传统拼读法我们说过，对我们来说就是实用，直接实用的价值不大，但是呢它可以培养语感，可以这个帮助你记单词，所以呢能这个读呢，能有时间呢你也练习平常呢可以先多听那个单词，多听拼音，主要是为了就是见了什么字母呢你都能够正确的拼出来，主要为了熟悉这个咱们也练习一下啊。是抹卧夹蜡节，这个可卧挖瓦汪，可卧嘎可卧嘎呀嘎嘎，卧把呀嘎嘎撒贼。注意这个就是特殊情况了，就是爬后爬这个又有其他呢，他俩抵消了，所以就广读多出来的那东西。可卧挖呀嘎呀日，可卧打起就菌菌，可卧杂起就足卡撒足，这又是那个特殊的啊，广读多出来的啊，就是可卧挖起就玉撒玉，可卧嘎呀嘎嘎那若觉他觉，莫卧嘎呀嘎嗲那若表卡撒表，
是甲，然后表，给就是第一是声母，鸡，然后表，莫沃嘎雅大嗲那若表卡萨表，莫沃嘎雅大嗲那若表卡萨表。这是下边一个是特殊的，是特沃哇雅大呀写不就又卡又，特沃哇雅大呀写不就又卡又，翻过来例词，拱吧，鼓，胆，云，掌握，汪掐，语气，吃一，气是四声，乌气，醒语，压嘎，这就是那个特殊的，广读那个压读成一声，压嘎，压卡，下边热，果气，下边解，顶，底，补，主君，着，表波。注意这个啊，这个是爬后爬，有其他抵消了。广东那个鸭读成一声，鸭跟听起来是央的后加字撒，所以被摁下来是样。下边一个再见，脚妹踩人，这是现代组的现代词，这是这个单词，咱们把那个练习也过一遍啊。金锥，吞击，醒君，嘎宾，这个是滚嘎，啊，这个咔应该是读出咔来哈，它因为是不变那个不通气的。滚咔，对，这个有可能我在那个听习版里头都可能读错了，回头你们听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送气改不送气只有那个第3行，第2行永远是不变的，记住。下边一个啊，滚啷，下边是铲的，读错了。这个嘎有前加字之后变不送气，所以是斩的，准波，警察，得地，解灭，这个是摆波，这个是解居，前边因为那个爬有了前加字就不送气了，读成拔，是解居，下边一个是zamling，这是南赡部洲zamling是洲的意思，就是ling就是海里头的一个大岛，为洲，咱就是那个赡部洲的那个译音，zamling南赡部洲。这个是杂蟹，这个是爬后爬抵消了，直接读 yupa， 那个后边那个卡发一个歌的那个口型，
，yupa，哎，它跟它完全抵消了，不发音。这个不是抵消，这个是这个哇发哇哇汪发成汪月，哎，汪是一般是权力的意思，汪月就是有权，这个是淤章，哎，这是后脏，后边这个乌肩是有头，那个乌是头，哎，头顶有头是指的那个印刷体，就是叫楷书，就是咱们现在印的这就叫有头字，就是头是平的就叫有头，哎，草书手写体没有头就叫这个乌妹，哎，没头就是草书，这个就是正规的楷书。最后一个是物，哎，咱们当时还讲了一个，就是倒数第二个单词不是乌肩嘛，把后边这个肩改成麻，就读成了乌妈。这个乌呢，不但是头顶的意思，它还有中间的意思，所以乌妈呢，妈就跟那个乌蛙一样，它是一个名词化。乌蛙那个乌妈就成了什么了？中观，就是这个观点啊，是中间不左不右，哎，不直两端，中观，乌妈就是中观，哎，乌妈巴加上一个名词化的那个指人，就是中观师，哎，对，乌妈。好，复习完了，咱们开始这个第17课。第17课呢，规则是不是新的？就是咱们前头说的那句话，叫前加上加字，低调不送气。第二句话就是鼻音变平调，鼻音就是这4个啊呀那嘛。它如果这4个字母，如果一带帽有上加字，或者前边一组有前加字，它就变成平调，就养成这么一个习惯就行了。咱们下边来反映啊。规则很简单，你看啊，只要这个啊呀那嘛前边上边只要一加东西，哎，它就变成平调了。你看第一行啊，变成了前边一有马变成了平调，后边卡撒要求降下来，哎，平调一变成了那个4声了。共同作用。哎，对，它就是你先马就起个作用，把变成变成平调了，然后再一看后边又要降，就得按平调来降了，降成4声，你就不能把降成这个就不对了，因为前加字先给它变成平调了。你就记住啊呀那嘛这4个鼻音，一盖帽前边一堵就变平调，就养成那么个习惯。看第二行，还是下边那个单词啊，注意这个本来要是按拼音规则应该读你，哎，本来是应该这样读，但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1、2、3、4的2，但是呢，这个在拉萨音口语里头啊，有相当的人呐读成1声，这是一个发音习惯，没有道理的，就好像咱们北京话有时候那个说这个话的本来是那个几声的，怎么大伙都给念成那个别的声了？它没什么，就大家可能发音也有它的这个客观规律吧。它发展，它就弄成那样，哎，然后就没有道理。然后你那个什么叫汉字委员会啊，你就得照着这个老百姓这个来改，哎，就因为发音规则也是从这个老百姓这个说话里头总结出来的，所以它这个2啊就是这样，就是应该读4声的，但是实际它是读平调，你在后边画一个 F， 这样的话就读哎，1、2、3、4的2。下边第二个单词啊，哎，本来2声有前加字了，所以变成平声了。后边一个哎，都变成平声了就。这个玛雅大呢，因为它发音跟一样，所以它受这个就是的这个变调的影响。下边一行
那云南哎，那呀那嘛一有前夹字变成了平调，就是这么一个反应。下边一行妈单词骂，哎，前边变成平调，后边变成降调，就降下来了。最后一行鸭儿，哎，规则是很简单，就是一个要多读多练反应。一看俺家那嘛前边上边一加东西，就变成平调。这个多练习形成条件反射，这就成功了。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多读，争取假期里头啊，就是每天都要听一会儿，每天都要读一会儿就行。这个也不用太大的下功夫，也不用太用心，它就是要多重复、多听、就是个多欣喜。语言嘛，你多欣喜，它就那个有反应就行了。下边呢是发音没有变化的，就是这个就是一些在这个规则之外的吧，咱们都读一下啊。第一个嘎，哎，它这个就是上加字前加字都没有影响。第二那个后边那个啊，句刚读错了，嘎是一声，后边在后加字下摁下来就是杠，哎，翻过来看啊，哒，单，注意这个啊，单，嘎，后边那个单词，点，你看啊，咔嚓啪啪嚓加前加字上加字呢是变不送气，但是调不变，哎，所以读成点，哎，点，后边一个鼓舞也是不送气变调，哎，它本来是升调，但是后边给它把尾一摁下来，就变成了这个升降调，变成三声了。下边一行打儿，得，嘎，急，就是加，降，是哎，本来应该是发加，那个韵母是啊，但是呢，因为后边是爬，所以啊变成带一个小帽子变成然后做一个啵的口型，所以是 give，下边一行嘎，上，节，哎，这个后边一会儿这都有标的了，前边那个是你不用在这记啊，就是加上一下，前边那是八，后边那个是翻译，最后一行嘎，后边一个啊，竹，哎，三声后边要发一个啵的口型，竹，这个字也经常被作为藏文字的一个典型，它是一个最大的字，就是你看啊，它是最全的。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叫完成，哎，就是完成成就，哎，就是这个这么个意思，也是个常用词。你看它鸡字是谁啊？鸡字是谁？找一找。哎，鸡字是茶，前加字有是爬，上加字有是撒，鸡字是茶，下加字有是拉，是这个元音有是起就，后加字有是爬，再后加字也有是撒，一共是7个因素，上下左右中间这5个了，元音6个，再后加字7个，这是最大的藏文字，就是最大的藏文字就这么大。咱们看下一行，就是
哎，这个不能读这个不能读三声了，因为有前加字上加字，这个就要变成然后后边再一摁就变成了。哎，后边这个第二行哎，本来是变成哎，变成四声了。最后一行单词哎，完全变成四声了。一有前加字上加字，先把这个那嘛变成平声，然后再这个变其他调。刚才读的这些咱们再读一遍。今天这几课都不大，所以咱们有时间从那个80页的那个开头啊，你就练习这个反应，就是那嘛前加字上加字变平调，就练习这一个啊。翻过来，好，再练练这个传统拼读法啊。传统拼读法慢着了吗？莫沃呀马娘，莫沃卡萨哎，读了莫沃后边就已经变成一声了，然后再加上卡萨就变成四声了。莫沃卡萨可沃呀啦呀这个可沃后边这个呀呢要读成平声，这个好像是没讲是吧？规则里头有是吧？就记住这个可沃后边这个呀呢要读成平声。下边一个啊，可沃拉哒哒哒撒贝，可沃拉哒哒哒撒贝，可沃沙那达那玛萨那，可沃沙那达那玛萨那，可沃拉嘎不达嘎呀达加塔别，对，读的是对啊，咱们再来，可沃拉嘎不达嘎呀达加塔别，可沃拉嘎不达嘎呀达加塔别，可沃拉嘎不达嘎呀达加塔别，最后一行，可沃沙嘎不达嘎呀达
扎牙撒帐。对，婆沃撒嘎不大嘎呀大扎牙撒帐。婆沃撒嘎不大嘎呀大扎牙撒帐。对，下边一行，可沃阿些就女郎女。可沃阿些就女郎女。可沃那若女那女。可沃那若女那女。可沃那若女那女。可沃呀那若哟卡哟。可沃呀那若哟卡哟。可沃呀那若哟卡哟。婆沃ra嘎不大嘎起就句撒句。歌与句，婆沃ra嘎不大嘎起就句撒句。婆沃ra嘎不大嘎起就句撒句。婆沃撒嘎不大嘎起就古卡撒古。婆沃撒嘎不大嘎起就古卡撒古。这个嘎呢是变成不送气，调不变，还是二声，所以要读成，注意啊，它还是读二声，注意啊，是婆沃撒嘎大嘎写就古卡撒古。哎，我给打断了，再来一遍。婆沃撒嘎不大嘎写就古卡撒古。哎，读得非常好。下边一行，婆沃撒nha不大nha那个您那您。哎，这个nha一加上边，或者是加前加字，或者是加上加字，它就变平声，所以读的时候是读平声。再来一遍啊，婆沃撒nha不大nha那个您那您。下边一个是婆沃ra嘎不大嘎写嘎呀，重来了啊，婆沃ra嘎不大嘎呀大嘎写就举他举。婆沃ra嘎不大嘎呀大嘎写就举他举。很好。下边一个婆沃撒嘎不大嘎呀大嘎写就卡撒就。好，婆沃撒嘎不大嘎呀大嘎写就卡撒就。再来一遍啊，婆沃撒嘎不大嘎呀大嘎写就卡撒就。最后一个婆沃撒嘎不大嘎呀大嘎起婆沃撒嘎不大嘎呀大嘎起故吉卡吉。对，还是坚持下来了。再来啊，婆沃撒嘎不大
嘎嘎嘎嘎开古谁卡谁。好，和我撒嘎达嘎嘎达嘎开古谁卡谁。不错，不容易。这就是传统拼读法，到此这是最难的了，后边就没有传统拼读法了。这是就是最难的传统拼读法。这个多听一听。传统拼读法呢，咱不使不用，就是咱们那个以后呢，不过还是学一学还是有用。你比如说，万一咱们说的时候，如果口头表达一个字实在说不清楚，那还是用传统拼读法来那个说能说清楚。所以呢，平常尽量读一读，不常用，所以呢不重要。但是呢，你有空就读一读。休息一会儿吗？还是我看一下啊，第17课，咱们把这个单词过一下吧，把单词过一下再休息。翻过来啊，咱们看第一个单词怎么读。前加字，然后拿就变成平声，就这么一个银子，金银的银。第二个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个特殊情况，本来应该读4声，但是他这个口语里头呢都读成1声，那就不讲理了，咱们就只好读1声。1 2 3 4的2，下边一个娘度，这个娘前边一加前加字变成了1声，后边这个图呢读轻声，它这个就是在口语里头呢读轻声，所以它这个它这是娘度，那是那个就是那是口语的读法。咱们在这个书面语里头呢，就按照规则来读。这个读是一个算副词，就跟上的一个就是不是实质性词，所以读轻声。娘度，这个茶呀，它不但是在那个前加字上加字加了什么改成不送气，它在第二音节全部改成不送气。它在第二音节，因为在送气很别扭，第一音节可以送气，第二音节就不送气。第一音节如果有了前加字上加字也不送气，这是塔塔的那个规律。第4个脖子后脖子，这个上边那个娘度是一块一起。下边这个第5个娘音动，这个3个音节的词怎么读呢？如果是名词，一般是前2个正常读，第3个读轻声。如果是有的那个后边是一个动词助动词，有时候也单独读一个，就单独读。这个我看他那个老师就是他是一个藏门老师读的原来不清楚那个带子，他就是读轻声。这个其实也可以读成，因为它是东是进行是个动词，这个就是助动词，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读成就是正常读。咱们再来啊，娘音东，他读的是娘音东，就读成轻声。这是压迫，这个可能是现在造的词，我估计。下边一个啊，这个可不是现在词，这个佛经里到处都是。怎么读呢？你们能读出来吗？这个地狱这个词怎么读？你们拼一下。玛雅的娘有前加字读1声，娘后边加拉是捏，爬在第2音节读哇，捏哇，第一这给这个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我们要这个防止进这个地方。在音上其实很好把握，你不到那个地狱音，它绝对不会有地狱果。捏哇，第7个囔，这也是一个就是就是也是一个助动词一类的，做什么给什么。
第8个是嘎洛囊，嘎洛囊，这就是那个3个音节的词啊，后边最后一个是动词的话呢，正常读，前2个作为一个词组读。前2个你看嘎洛就是正常的读，这第2个音节洛不要读成4声，嘎洛囊，嘎洛囊，哎，咱们前边学过，嘎是话，而且是圣者的话，圣人的话。哎，洛不是这个教学，哎，就是教导。哎，囊是一个助动词，就是进行，所以呢，就是这个做教导。哎，就是第9个马尔包，你如果也可以也可以不读出来，就读马包，哎，马包就把马延长一点也可以，这个读出来马尔包的人呢，就是为了这个你也好记，哎，这后边有个然，好记点，红色的。下边一个是，头一个好读是妈，就是那个马，拿拿拿马比4个鼻音碰到前加字变成1声了，哎，读成妈。然后后边那个卡呢，带一个哥的那个妈，哎，带一个哥的口型。后边一个啊，本来应该读成甲，但是它后边加上爬之后呢，变成了就，哎就，然后合起来呢就是 mark 哎，打仗。最后这边最后一个是米mang，哎，它这个变化就是后边第2音节那个马变成了平声，因为有前加字，后边又加仨变成气声，变成4声。米mang，哎，人民，米就是这个人，迷茫是吧？说老实话，这个哎，人民这是大实话，这说出大实话来了。你别看这个政治家整天在那说人民是什么创造历史，什么这个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实际上不是那样。不啊，对，这是整个世界都是人民创造的，对，人民造业，人民受罪。哎，对。第12个是鸭儿，这个也是可能是一个特殊情况来的，我忘了那个，就是卡后边有鸭呀，读成平声，这可能也是一个特殊情况。这个后边这个啊，你看产用，主要是后边这个，前边那个是以前的旧的，就是卡后边有鸭变成1声，然后后边又一个卡1声变成4声，所以变成了产用，哎，奴隶。上边那个鸭日是借东西的借。第14个，这个是常用字，带是看的过去时，哎，如果把那个我前头说过，如果把前加字后加字去了，拉达大就是看的这个现在时。过去时是加什么呢？前加爬后加撒，就是过去时。哎，如果不加撒广，前加爬呢，就是未来时。它就是这个回头讲动词的时候，哎，它是很简单，好记。下边一个啊，鼓，哎，等候。下边一个住就是待在这儿的意思啊，坐都是意思。后边这个甲，这很简单，它这个没什么，就是那个卡变成不送气100，而且这个在后边这个啊，8，像这些呢，你现在我们大概把1、2、3、4、5、6、7、8、9、10都已经学完了，百也学了，这样的话999以内的数啊，我们已经会数了。它就是10几就把10写在前头，几写在后边，几十就把几写在前头，10写在后边啊。
很好认的。下边一个是6年，这个6就是电，这个年是影，这是组成的一个新词儿电影。这个我读错了，对，我读错了，就是单独读这个 look 是4声哈，但是在它第一个音节呢前不降，所以变成1声，对，6年，哎，这在佛经里头不会出现的。下边一个啊，这常出现，君具且，咱们来细拼一下，君扎音君，这个好拼，后边这个首先是卡变成了嘎，因为有前加字不送气了，然后变成嘎，然后鱼后边的韵母是鱼，又变成4声，之于句，之于句，君句，经界，这是咱们那个佛经里经常用的君句，他这是说努力，这是世间词了，咱们佛经就是精进，精进就是君句，君句，对，君句，精进，且就是一个助动词，做精进，就表示这个动词的意思。因为这个精进呢，可以做名词用。君具且，这就是动词的3音词呢，后边那个就按单独的词来读，就完了。最后一个词儿，这是新词了，心知妈咪，心是束缚，觉是解开那个束缚，马是那个打仗，你是人，打仗的人就是军人，这个金觉是解放军，这就是那个金珠麻米压骨都，他这等于前边是一个这个起了个名，起了个名，好听。好，过一遍啊。第一个女娘度运动捏娃囊嘎洛囊marble不对啊 marble 你嘛鸭儿产药对鼓解6年君具且精觉妈咪好，休息一会儿，单词再过一遍吧，来读一遍啊，娘度运动捏娃囊嘎洛囊marble你嘛鸭儿产药鼓6年君具且精觉妈咪。下边的练习啊，第一个是阿控阿大那妈是媳妇。下边一个虐波
这个虐包也是个常用词，虐包就是指事儿、事体，这个不是事情，事体，这个不再详细解释了，咱们以后那个到佛经用的地方再解释。下边一个是傻娘，捏，这个nha加了前加上加字之后变成了一声nha，然后捏，然后撒变成四声，哎，捏，nam su，哎，就注意前边那个拿不要读二声了，读成一声，有前加字读成 nam su，你注意这个呀有前加字卡的时候变成一声，后边那个卡呢又给摁下去变成四声，呀，哎，就这个就要变两回啊。翻过来，耶晕，这个记住，耶是右，晕是左，咱们说左右，上文说右左，耶晕，这个啊，打错，懂，爹，君，单气，果，修行，这就是修行，果就是修行。最后一个爹，再读一遍，说因为主要是练习发音的反应。那空，那大，那妈，捏波，傻娘，捏，南苏，咪呀，耶晕，打错，懂，爹，君，单气，果，爹。下边咱们也练习一下啊，注意看他这个，这就是练习反应，看你规则能不能想起来。第二个哎，这个就变了，这个一有马沃就变成了那个一声了。下边一个哎，下边啊，娘，哎，这是三声，后边这个娘，最后那个也是娘，哎，变成一声了。这个啊，捏是什么来着？捏是睡觉啊，睡。注意后边这个就不是二声了，变成了捏，后边那个也是捏，哎，这个是牙儿，是二声，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是牙儿。最后这个注意，特殊，卡后卡一有其他的抵消了，那个牙读成一声就成了牙儿，哎，这是个特殊情况。再一行马儿，后边妈儿，哎，就是这个区别。再下边是妈波，第二个妈儿波，这就是那个读出日来的好处，就是你就知道是两个词的区别了，否则的话就等于都是一样的读音了。最后一行拿，最后一个哎，就是一个练习鼻音加上前加上加字之后呢，变成平调。第18课呀，这就不是正式的课了，这是咱翻过来啊，连读变音，这就是一些这个读词的时候啊，会发生一些音的很小的变化，咱们来熟悉一下啊。第一个是这个说两个音节连读，前音节没有辅音韵尾的时候，它这个后边那个音节呀，它那个韵尾那个字母啊，变成了前边那个
音节的韵尾。什么意思呢？你看他后边那个说后音节低字是卡恰啪啪嚓的时候，他带的那个上加字拉或者前加字马他们呢带的鼻冠音就移到做前音节的韵尾，就是前音节读完了加一个 n， 就这意思。你比如说他举的例子第一个是撇，然后那个第二个是囧，本来应该读是撇囧，撇囧本来是应该这么读的。这个但是它因为是卡嚓啪啪嚓，又上加字拉，要带一个鼻音 n， 这个 n 呢就带给前一个音节的尾，撇加上 n， 品囧，就起这么一个变化。卡嚓啪啪嚓如果带有上加字拉或者前加字马这个时候他带的那个前头带的那个鼻冠音就变成了前一个音节，实际上也说不清变前一个音节，你就是说带在后边读鼻冠音，你前一个音节紧挨着那个 n， 你也发那个音，说不清前后。你看第二个又是卡嚓啪啪嚓，它前加字是这样的话呢也发个鼻冠音 n， 这样是前头是米加个 n 变成了敏度。第三个马也带鼻冠音，鼻冠音的哒加 n， 单就党国，实际上就成了党国。党国，因为后边那嘎呢它又发格的音，所以就又等于又加了一个格，结果就变成党国。实际上你读的时候就还读 m 也行，党国，我读错了，我读成二声了，党国。其实这个呢，说老话，咱们不是太重视口语什么，就是你就了解就行了，想起来就读，你不读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主要是读佛经，正确的翻译，正确的理解经的意思，我们主要目的是在这儿。咱们在这就做个练习就行了。下边一个，那个又是咔嚓啪啪嚓，前边加了马，要带鼻冠音，所以前头那个呢，本来是呗，加了 n 就奔倔抗，呗是书，倔是仓库，康是房子，书仓库，书库房子是那个图书馆，对，图书馆。咱们把这几个词再读一下品囧，敏度，当国，敏波，分倔抗，刚才介绍的时候忘了那个倒数第二个了，敏波，就是米波中间加 n， 敏波，然后下边这个是读的时候都要读的，但是这个呢好办，为什么呢？它就是第二音节要是有全加字爬你就加个那个波，就给那个说是加在它俩中间，实际就加在那个第一个字的后边了。你比如说这个纠是10，习是4，这就是14。14它读的时候呢纠，然后中间要是一加爬就读个波，纠不西，就直接读出来了，就是14。后边这个呢，习是4，纠是10，这就是40，14是14，是40，纠不西，洗不住，这个纠不西是平声，这个习要是到前头呢，它的声调又要读出来了，洗不住，就是说后边第二音节要是有全加字爬，你就给读一个波就完了。这个是经常这样读的。然后下边一个是说这个，如果后边那个音节是蛙的话呢，读蛙，然后要是这个说话音里头呢，就合并成一个前音节，就是延长前一个就完了。咱们不读说话音，咱们
就读读书音，所以就读哇就行了。嘎哇，嘎哇，就是爬。如果做在第二音节的话呢，一般读哇。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跟那个八一样，就是名词化。它基本作用就是名词化，就是说有一个单词，我想把它作为一个名词来用，后边带一个哇。这个究竟是带哇跟带八这两个意义完全一样，它是某些字母后边跟哇，某些字母后边跟八，它有一定的规律。到后边咱们还可以学到。咱们这就简单了，咱们就不按那个你要说话音就怎么读啊，它后边有就是嘎嘎，就是延长就完了。咱们这样呢，你就分不清是一个字母啊，还是一个嘎哇啊。咱们读书音就读成嘎哇就行了。咱们来读啊，嘎哇，叉哇，叉哇，翻过来，果哇，果哇，土哇，切哇，切哇，几哇。这个后边都有单词，咱们一会儿看，再都不讲了。下边一个，这也是一个这个就是现象吧。这个有的这个字啊，它加一个什么呢？咱们直接看那个单词啊，你看那个第一个单词是卡乌，是卡乌。读吧，卡乌，就是他给一个单词啊，后边加一个阿写就，这个阿写就的意思啊，就是小的意思。他有时候呢，还给前边那个字啊加一个枕抱。你要第二个，他就加一个枕抱，叫呆乌，这个有的加枕抱加阿写就。有的就加起不就是变成小的意思。这个呆呢是马，咱们那个记得吧？大加一个马鞍子是马，加一个枕抱加一个阿起不呢，就成了小马驹儿。上边那个卡乌呢是那个护身盒，那个脖子上挂的那个护身盒，都是一个小东西。你看，再看第三个是逮乌。这个朵是那个石头子儿，是朵是石头，就是哪若。如果那个原因是哪若，它就是石头。他把那个哪若给改成枕抱，后边加上啊写的就，这是一套。只要一带这一套，就变成了小，那石头就变成了小石子儿，就这意思。这个你看九，下边那个九。九夹卡也可以球，这个卡是什么呢？不要那个 K 固，卡就是鸟，它带一个 K 固，带一个阿写就呢，就成了小鸟。它这是一个看到这个，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变小了，小东西，这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呢，本来这个作为一个单词应该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一块读的，但是它是作为一个小呢，它就连起来写在一块，中间呢读的时候呢还是读俩音，就是介绍这算一个特殊情况。下边的几个呢也是这种情况，就是你看啊，一个是一个是朗，一个是昂，这三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单词后边加个就是代表这句话完了。这个相当于一个句号，就是表示这一句话就完了。什么？你比如说这个头一个吧，说大这就完了。说到大这儿，这句话就完了，是个句号的意思。这个你看，咱们念一下啊，大撒是这个搭是看，撒是吃，不管他说什么，这句话完了，不是说吃完了啊，就是说这句话到此，这就是画句号了。西是死，生老病死的死，它不是那个意义上的完了，
他是说这句话完了，哎，对，他现在随便找几个词，就是告诉你说它是跟在一个词后头连写的，不隔开，不是它单词都隔一个小点吗？它不隔开，但是它不是单词的意思，它就是代表个句号。下边一个苏哦，是哦的意思。咱们再看第二个叫lam，这个lam不对，是am 是什么意思呢？是获得，am 是获得的意思。它一般是两个连用，是 a am b am， 说两个词儿，这个 am 一下，那个 am 一下，就是说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这个意思。哎，你比如说他举的这个说大 am， 哎，撒 am， 他不会只用一个 am 的，他的这个他一般都是因为或者他一般是两个词儿，所以他大 am 他就你看呢还是听呢，你吃呢还是喝呢，他后边还是一个话了，哎，还有一个 am， 他这因为他就是告诉你写法，所以他就写一个西 am。哎，这个虽然中间不画点儿，不作为两个单词，但是读的时候呢，就按照两个单词读。哎，因为它意思联系很紧密，所以它就写到一块儿去了。读的时候还是两个单词。苏 am， 这 am 是获得。最后一个 昂是什么呢？是也，就是咱们那个佛经里头亦复如是，哎，也怎么着。是也的意思。你看大昂、撒昂、西昂、苏昂，哎，就是也，就是这个也的意思。这三个字呢，就是跟单词联系很紧密，所以他就干脆写成这连在一块儿去了。读的时候还单独读，翻过来再练习读一下啊。得哦。得是这个平安的意思，着是走的意思，这个好像学过。得 am， 着 am， 哎，或者走，或者这个平安安乐。得 on， 着 on， 也好，也走，最后这个好像佛经里头不多，他就是说这些呢用来拼写这个就是外来词，他这弄了几个什么呢？一个是朱熹，咱们就这个拼一下，就是说这几个它是用来拼那个就是发乌的音啊，因为它那个一有其他原因它就随别的了，所以就第二是毛泽东，第三个是朱恩来，朱恩来，就是拼那个外来词用的拼音。好，咱们把这个单词过一遍啊。品种，哎，撇是脏区，哎，就是帛，就是这个是藏人藏区。这后边囧呢就是区域，哎，就是区域，就是西藏这个地方这意思。后边一个是独，这个就是有存在，哎，第三人称。这个民度，这个弥呢，一个意思就是人，哎，弥就是人；第二个意思呢，否定的意思，哎，没有的意思，对，所以不在，没有，哎，民度。当坡，码头，这倒是简单，一个马一个头放在一块成码头，这两个字咱们都学过，哎，码头。第三个民波，人口，你看现在这个弥就当人用了，前边那个民度那个弥呢就当否定用，哎，你看那个没有是没，是吧？这个最好记，它那个发音也没，哎呀，那意思也没，哎，发音这个那个就是马枕抱，哎，所以它这个马枕抱弥。铁固这个马铁固这都有否定的意思。第六个分爵康，哎，图书馆。
九皮14后边九不对17七不九哎，中间有爬就把直接读成波就完了40哎，嘎哇柱子，那个房子前边那个柱子，房子里头有柱子，嘎哇，你看这嘎就挺像柱子哈，嘎哇，叉哇，网子，锅哇，这是皮革，牛皮船，那个到那个陕西那边也有牛皮船哈，一个牛杀宰完了，把那个牛皮那个4个角一扒，哎，这个吹起来，然后那个人趴在上边就过河了，手脚就是划桨，哎，人趴的，这个那个吹牛皮就是这么来的，哎，牛皮筏子吹牛皮就是陕西人这么起来的，说你说这人净吹大话哈，你这吹牛皮去吧，就是你这个口气大啊，你吹2事就把牛皮吹啊，吹牛皮很费劲的，吹牛皮这么来的，牛皮筏子，这个牛皮筏子呢，它还这么大，渡人，你人钻到那个牛皮里头，他那个渡人的人，他在那个牛皮上边滑，哎，过去，对，他当船使，他牛皮筏子，挺管用的，然后第13啊，果哇，这个果一带2个低调，有点像黄羊哈，哎，第14个土啊，烟，这是佛教常用语，尤其是阴明著作，说见烟之火，哎，经常用这个，就是那个阴明里头最那个什么叫比量，说什么叫比量，见烟之火，一看烟可以想那肯定有火，哎，这就是土啊。下边是切蛙，獠牙、犬牙、虎牙，我这就是这切蛙。这个虎牙这是这个食肉动物的痕迹，犬牙、虎牙是饲肉用的。实际上，但是人是嚼牙是食素动物的标志，是来磨草的，用那个后槽牙磨草的。几蛙，这是丢了一个啊，16个是切蛙，咱们前头学过切，什么那个亲包啊，什么你一看带这个切啊，都是大的东西。这个对了，这儿我读错了啊，他这个做比较级的时候啊，后边那个蛙读轻声，是切蛙，这是代表比较级，就比较大的。吉蛙，后边读成单独读前边那个蛙读成轻声，这是这个比较级。下边就是那个代表小的意思的那个了，加一个枕报加一个起不就代表小啊。丢，就是马，就是丢就是小石子儿。九，小鸟。后边的朱熹，毛泽东，周恩来，好，把最后这个练啊，上节课的练习咱们做了吗？做了，做了，咱们连3次一块过的。好，咱们做这个练习啊。第一个是嘎过，嘎军，孤军，下边是戈军，这是果鳖，这个其实我刚才读啊没注意这个后边那个 M 啊，第2音节的 M 啊，有时候它都要读出来的。比如说这个吧，就叫前边是甲，这个就共产，就共产，他把那个共产，
这个词啊，以后我们要常用的。这个词是什么呀？就是那个相分的那个相分。这个玄奘法师他们一相分，在韩老这呀不一相分，他认为这个相分不好，他直接按照这个韩老译的还是用了另外一个词，直接按照这个藏文的意思啊，古是音，这个古是音，参是相，这个直接译就是音相。哎，音相是什么呢？音相啊，就是那个识本身，识本身是音相，就是我们一切相是由于识本身做音产生出来的音相。哎，就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个一他体。哎，对，原因的音相。这个词以后常用。紧参，哎，后边一个是他唱，这个是多君，这个是紧寨，戳哇，阴经，这个是爱国，注意的就是那个啊呢不能读二声了，它有上加字要读那个一声啊，成了爱国，后边这个是左阙，罗哇是肺，然后后边是托哇是锤子，再后边一个是恰切，再后边是淤峻，这是风景，峻是曲，这个雨我刚才那个音读错了啊，应该是二声，雨峻，风景。最后一个是交界，这个鸠本来是十，在这儿啊它变了一下，把那个写就变成了哪弱，还是十，这是18，它有时候有特殊变化，先不细讲。结束之前把单词过一遍吧，把这个例词按例词过一遍啊。品种，足，敏度，当波，敏波，分倔抗，就批，洗揪，嘎哇，茶哇，锅哇，果哇，土哇，切哇，鱼哇，丢，猪西，毛泽东，朱恩来。这个也过一遍吧，这个练习啊。嘎过，嘎军，这应该读嘎军啊。这个是公军，戈军，国卷，警餐，唱，这个是多军，这是军寨，戳哇，这个是女军，我刚才是不是把这个读成一声了？记不清了。这个应该是二声，不受影响的，没有前加字上加字。女军，这个有上加字读一声，读爱国，左阙，罗哇，托哇，卡对，这个是语重，交界，好，这节课就到这儿吧。
下节课剩那一节课很简单了，咱们讲完这整个就完了。